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陳秋凡，我係一位科幻作家，同時喺HKMU 教書嘅。咁呢本係我嘅新書《薩海》，佢關於未來嘅世界啦，人類點樣喺一個氣候變化嘅一個環境入邊去生活。咁呢本書同香港有一個好有趣嘅聯繫，在入邊有關於一個盧亭嘅神話傳說嘅。因為我哋都知道盧亭係一個半人半魚嘅怪物啦，咁佢之前喺北部大嶼山活動啦，咁佢同水流財就係一啲彈幕係有好緊密嘅聯繫。咁呢本書就係關於一啲人，佢係一個氣候嘅難民，佢好難揾到自己嘅位置同埋自己嘅身份。咁喺一個咁樣嘅未來世界，人類點樣去生存？點樣去揾到自己同其他嘅生物、其他嘅族群同埋其他嘅智能形式去生存、共存、共生嘅一種關係，其實就係呢本書上去表達嘅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多關注。